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3，旧历的11月18，礼拜五。后来，这个昨暝各电视台的新闻，一直到早起每一份的报纸，这个远东航空要停飞的消息是报甲变叫。远东航空昨下晡来宣布，讲为今仔日开始要关门停业。公司的高层阁出面来道歉，但是远航的董事长张光维煞走假无看人，敢若透过媒体群组发表声明，讲要以死谢罪。也过伫交通部的要求下，张光维再去现身咯。伊讲即届的事件是一个资金无到位的状况，并无拖欠任何的款项，嘛无欠员工薪水，更加无要来结束掉营业，所以嘛无资遣费的问题。另外有人甲问讲，伊违抗着远东的航空，伊强烈来反驳，讲这个公司是伊独资的，无违抗的问题。我们首先跟造成这个社会大众的这个不便，及造成这个员工的不安，跟大家道歉。再去一个出面，远航董事长张光维随会室内，随后嘛表示讲，这是一个资金未到位的情形，所以讲未将公司关起来。我们对并没有拖欠任何的款项，包括员工的薪水，我们也没有要结束营业，也没有资遣费的问题。那我们对旅客的权益也都顾及得非常好。针对立委黄国昌讲，今年3月份张光维就为消费者信托专户将钱搬走，伊强调讲，伊是独资的，钱拢是伊家己的。我全部独资啊，第二我要卷款，我自己还垫资快9亿啦。第三个，如果说我自己有留一笔钱，我也不会想要一死谢罪了。张光维表示讲，这礼拜就会有10亿资金入来，嘛会正式行文给主管机关，希望讲远航会使顺利营运落去。有关这2天造成民众的损失，远东航空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弥补。消费者嘛只能期待讲，才会分分秒秒，袂影响到过年的运输。